输入文字或图片就能一键生成 Podcast。本集节目技术由绝好声创支援。听说台湾现在有3所客家学院，但推动客语的成效好像差距还挺大，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让人有些担心？对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希望能成立一所全客语学区的台湾客语大学，这样学生和老师们都能用客语来上课和交流，这样感觉效果会更好。真的，如果大家都说客语，长期下来说不定也能习惯这种语言。这样的沉浸式学习方式很重要，像有些语言学习就是这样成功的啊。没错，而且听说在这所大学里，如果教职员不使用客语，未来就无法续聘。这对于提升教学的严谨性和教师的语言能力都有帮助。真的很有道理。这样不仅能促进学生的语言能力，也能使教师们在日常中更加熟练运用客语。还有，你觉得兼任教师会不会有压力呢？可能会有一点，但我觉得如果给予他们弹性，还是能吸引到很多热爱客语的人来教学。这样不仅是稳定教学队伍，也能激发更多的创意。对啊，这样的做法很聪明。除了教学，还可以扩展到周边的客家社区，邀请社区的居民成为大学的社工或助教，这样能增加社区的参与感。我觉得这会让社区的文化认同感更强，大家一起学习和使用客语，对于保存客家文化也是很重要的。还可以设立专班，让有想学的中长年生也有机会学习。对，像寒暑假办理客语营队这样的活动就棒了，相信能吸引很多人参加，让大家有更多机会接触客语。最重要的是，复振和保存客语真的是不容忽视的文化资产。是啊，这样不仅能继承文化，还能让更多人真正了解客家的历史和传统，感受到客家文化的魅力。我们有什么可以一起做的呢？输入文字或图片就能一键生成 Podcast。本集节目技术由绝好声创支援。